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明早起咱教大家做这礼拜，咱先同心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赏赐阮这款福气，以你稳定的力，阮自己做伙来敬拜你。以你的圣神交予你，亲身引带阮，甲你的话相拄，对你的话得着阮得生命里的。下面的时间，你亲身引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已经到耶利米书第15章吼，其实咱读经的进度是较紧，我特别选一章15章第16节到21节，其实应该为15节开始吼，无应该为16节开始。这个部分是属于耶利米书内面的哀歌吼、哀歌吼，悲伤的意思哀歌、哀歌是耶利米先知伊对伊的心内深深向上帝哭出来的一首诗吼，画出来一首诗。咱顶礼拜讲过，讲这位耶利米先知，咱甲称作是流目屎的先知吼。其实，所有的先知，伫以色列中，吼，上帝所要选出来的先知，吼，因所要做的代志，就是要指出这个世代的过犯，吼，毋对的所在。过下者，咱若要讲别人毋对，敢会受到欢迎？袂吧？哦，所以所有的先知，吼，因拢是互讨厌。互迫害，因拢是做小目的，拢共款吼，为以赛亚啦、米迦，遮个先知，共款拢安尼互对待，甚至性命有危险。毋过是安怎？特别讲即个耶利米，强调伊是一个流目屎的先知，吼，泪眼先知吼，常常安尼讲，遮个学者拢常常安尼讲，是安怎特别？安尼强调，因为伊为着不只是为伊的百姓来流目屎，因也为家己咧流目屎。哦，这个先知是介无共款一个先知吼，因为伊所传讲的信息内面有一个足重要，甲其他先知无共款。上帝特别叫伊来传讲的所在，就是伊叫犹大国来安怎？来降服伫巴比伦内面，吼，伊安慰讲，恁遮个人吼会去用巴比伦掠去，吼被掳，吼会掠去别个所在。毋过恁大家乖乖，吼恁伫遐大家少念上帝，恁大家顺服，吼巴比伦的王。即款的言论讲出来，这是什么？什么罪？啊？叛乱罪呢？你着去想想讲，但无书吼，伫遮甲你讲，即马中国若拍来吼，你得安怎？你得投降我吼，你得顺服中国，你听会安怎？啊？啃鸡卵哦，还是啃圣经甲我啃落啦？你着想象伊安尼，伊是咧传讲即款的信息，所以伫迄个世代，甲伊共款的时阵，有其他的先知在甲骂。哦，比如讲一个哈拿尼亚，哦，哈拿尼亚这个先知，哦，伊就甲伊做对敌，哦，伊讲的预言就是强调讲，哦，我奉耶稣，我奉耶和华的名要甲恁讲，就是讲我会甲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迄个巴比伦王，哦，因为2冬以来特别互伊毁灭，哦，互伊拍败，哦，其他的先知拢咧讲即款的信息的时阵。咱的耶利米先知，伊讲的是会去互会失败、会拍败、会去互掠去的信息。所以咱会当想象，即个先知是一个做属目的先知。哦，当伊咧传讲伊的国家会失败的信息的时阵，对兄弟，互你晓看卖啊？伊心内有饱无？伊心内有欢喜无？无啊。毋过这是上帝的话，
伊就爱团结，因为咱一开始第一章，耶利米第一章伊就讲，亚法就甲耶利米先知讲，我要实现的是要背出，是要拆毁，是要败坏，是要车倒，啊要搁建设，要搁栽培，是先破坏，啊若是要破坏，要车倒，要败坏，有欢喜囝无？各位兄弟，我讲，我当魔术来，是要甲高天教的安怎？啊，要背出，哦，啊要拆毁，要败坏，啊要甲车倒，我看是我上赶走来。这位先知就是要讲这款信息的先知，所以对头到尾受到迫害，伊对头到尾无受到欢迎，无受到欢喜，伊到尾啊安怎死，佫毋知影。哦，圣经拢无记载，只有伊安怎死。哦，去互掠去遐，佫掠去埃及。哦，伊甲伊的百姓拢徛做伙，啊，毋过伊的百姓无接近伊。是安怎？以色列人拢有一个足大的信心，伊讲耶路撒冷绝对袂失败，哦，因为伫即个王吼西西家即个王的时阵吼，亚述帝国来围城，哦，伊拢祈祷耶和华上帝，结果安怎？退兵，哦，亚述因家己国家有出代志，哦，伊的王拢退兵，退兵回去，哦，伊讲啊。上帝的圣经绝对安怎？袂失败。所以到耶利米的时代，即个西底家即个王吼，西西家是无代，啊西底家就来，哦西底家对无？哦西底家对。我咧讲华语的，哦西底家吼，即个西底家即个王的时阵，哇，巴比伦要来攻击、要来围城的时阵，即个先知嘛是讲安怎？无代志啦，绝对无代志。今日耶利米先知伫正正就讲，你毋得爱降服伊巴比伦即个王国的面。所以我讲，哈到讲的，即个先知是从叛乱罪吼，去互掠过来的先知。有痛苦无？所以咱今日介绍即个哀歌吼，咱一句一句甲读落吼。第16节开始，伊讲我得到你的言语，我就食伊。好，我得到你的话，我就食伊。我当做食物甲食。食上帝的话，不只是先知，各位兄弟，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亲像安尼甲食伊吼。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嘛是用即款的比喻吼，食上帝的话。伊讲哦，足欢喜的哦。你讲你的言语是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哦，我的快乐，因为安怎？因为我是称做你名下面的人。即句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我是互你吸引，被你盖章的，哦，我的心肠是互你吸引，我是属于你的，我做欢喜，食你的话，遵趁你的话，行你的话。啊，毋过下一句就怪怪。我遐欢喜快乐，毋过伊讲安怎？伊讲我无坐伫宴乐人的会中，我无甲因做伙欢乐，无甲因做伙欢喜，是安怎？我因为你的感动，家己一个人静静坐。遮个人是安怎伊的宴乐快乐欢喜？就是因雅各咧沉湎进前。伫亚述帝国要攻伊耶路撒冷攻袂落来，迄款的欢喜来，遐个先知传讲假的信息，讲咱耶路撒冷绝对袂互攻破，伊遐欢喜快乐。安尼的话，耶利米会甲因做伙袂，敢若伊讲无共款的话，敢若伊家己一个人坐，伊安尼家己一个人坐有欢喜无？伊讲毋是，你互我的心充满受气，哦，你互受气充满我的心，哦，
才即个先知伊听遮其他的假的先知讲即款假的信息，伊看到伊的百姓拢无要遵趁上帝的话，所以耶利米先知伊的心充满受。他拄我讲的，本来伊讲伊食上帝的话，是来安怎？欢喜快乐，对无？哦，伊知影伊是称做上帝的上帝的人，哦，叫上帝较伊的人。啊，毋过当伊甲伊的百姓徛在做伙的时阵，伊看伊的同胞、伊的百姓，无人要遵趁上帝的话，佮伫遐咧吃花宴乐。伊讲我的心，你互我的心充满受，你互我的心充满受。伊讲耶和华，咱来看耶利米第一章文，伊的原文伊讲，我因为你的感动，独自静坐，爱挂号和合本的挂号放一个手吼，感动原文是手的意思吼，这是先知伊描写的手法吼。咱若看耶利米书第1章，伊讲耶和华伸手摸我的嘴，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嘴吼。所以讲，耶和华家己的手放伫先知的嘴内，表示讲，伊家己的话，伊的信息要借这个先知传出来。所以，伊讲，我因为你感动，因为你的话。伫我的心中，我煞颠倒受去。本来我食你的话是欢喜快乐的，即马因为这个话是得失着我的同胞，是得失着我其他犹太人，这个君王，这个官长。所以本来是欢喜快乐的话，颠倒是互我充满受。我要讲各位兄弟，当这个先知。伊咧传讲即款的信息的时阵，伊的心内真正是艰苦，真正是无饱，所以伊会问：是安怎我的痛苦拢袂煞？是安怎我的病拢、我的伤拢医袂好，袂得医袂好？下面即个先知起受伊啊，伊问耶和华上：难道你对我有诡诈？他说：“难道你对我有诡诈吗？你对我来讲，亲像迄个无法度挖过的河道的河流吗？流干的河流。以巴勒斯坦中东地区遐个所在，遐个河的圣东是尼罗河，埃及遐尼罗河，伊的旱季甲雨季拢差得济。”到夏天的时阵，虽然这宽的河道嘛是无水，你若看到流干的河道吼，各位兄弟，顶礼拜你后来礼拜你会记住，耶和华讲伊家己是怎会？他骂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背弃我这个什么？家己去做一个水池啊，会漏水的水池啊，会去是要？耶和华讲伊家己是啥？活水的泉源，其实咧，耶利米讲，耶利米甲伊的百姓介绍讲，耶和华是活水的源源，是活水的泉源。啊，毋过伊家己，伊认为耶和华对伊是啥物话？打起的河流呢？各位兄弟，我要互你会当体会到这个先知伊心内的迫迫，伊的无饱。伊知影伊咧传讲上帝的话，啊，毋过伊看到即个情形，伊煞感觉上帝咧甲骗呢。咱先跳出即个经文，各位兄弟，我诚做一个牧师，我讲道，我传讲为圣经来的栽培，信仰的反省，我有做有把握。有无啦？应该做有把握对无？我讲一寡的信息是毋对的，有一寡人教圣经教是毋对的，其实毋是安尼。我常常甲咱讲，
即马台湾社会、台湾的教会，拢要拼大间，要拼人数增长，这是毋对的。这敢咱圣经的教示无共款。我安尼大声讲，我有把握无？无哦。我深深体会到亚利米先知的心情。伊知影这是对的，伊知影伊传讲是对的。啊，毋过当伊咧传讲的时阵，有人要接受无？无人要接受。伊看即个情形对伊有好无？无好。安尼伊有把握无？无把握。各位学者，你约我，恁约我，约看卖啊？我有把握无？我嘛无啥有把握。虽然我清楚，我知影，我常常甲咱固定教会兄弟讲，上帝是看咱的过程，毋是去要看迄个代志的结果，会记住未？上帝是看咱的品质，毋是看咱的数量。我常常安尼提醒，我有把握无？我看别间教会人愈来愈济。啊，咱咧教会人安那？毋是愈来愈济啦，毋是愈来愈少，不至于啦。毋过吼，啊带长老有讲吼，啊咱长老会友是千千万万，啥物意思？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安尼听有无？万万千千哦。要做礼拜拢安尼千千万万吼，啊，到10点要到啊，搁行2半路吼，千千万万吼。咱若看到咱家己的，咱若看到咱家己的信徒是安尼时阵，啊，咱咧讲，我咧大声话讲，上帝是要咱的品质，毋是要咱的数目。上帝注重咱的过程，无注重咱做工的迄个结果。我话到咱大声，我有把握。无啥把握。我知影上帝是活水的泉源，啊，毋过对我来讲是啥货？是打气的河流，河流是安怎讲？溪水，溪较细嘛。河，打气的河共款。我真正深深会当体会到亚利米先知伊心内的痛苦，伊的伤苦，因为伊所强调的物件，伊看起来安那无效果。哦，伊所掠调认为是上帝旨意的物件，啊，毋过表现出来，拢无啥物成绩。伊清楚，伊甲上帝的话借入。伊清楚，伊传讲是真实的，伊知影其他是假的先知，啊，毋过，伊煞互当作叛乱犯掠起来，无人甲伊徛做伙。各位兄弟，伊真正无把握，甲我无把握同款，真正无把握。对即个无把握的先知，摇下上帝安怎处理？甲安慰了无？甲笑笑的吗？毋是，摇下安尼讲，你若活倒转，我就要甲你搁带来，互你徛伫我面头前。这个归回吼，活倒转，对兄弟啥物意思？你知影无？就是咱即摆讲的悔改，悔改，哦，悔改即个字伊要来问，就是活倒转的意思，就是你无搁做，无搁做你即摆咧做的代志，活倒转。而上帝敢讲认为即个亚利米先知是安怎？伊家己是有过犯哦，伊是犯罪，毋则叫伊悔改，对无？伊已经对上帝安怎？无信心去啊！你骂我家己是无？对上帝已经无信心。然后我想讲，你若活倒转，我要搁互你会当徛伫我面头前，你搁会当一概传讲我的信息。你要坚持。哦，伊讲
你来甲宝贵的物件，甲卑贱的物件喏，分开。你爱甲有价值、甲无价值的分开。哦，你就会当搁一摆诚做我的喙。我若要用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各位兄弟，耶利米先知伊来甲这世上的价值。要甲上帝国的价值甲即个世上的价值分开哦，这是无共款的。那照上帝耶和华的旨意，虽然看起来真正是可怜、束缚、受迫害，无人甲伊徛做伙，毋过伊所传讲的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毋通甲即个世界的价值揽做伙。耶和华是来讲，你若会当分开，我要搁一摆。互你诚做我的喙，你阁有即个地位、即个权利，会当传讲我的话。你毋通归附因的确要归附你。你的百姓受即个世界的价值袂迄，因咧宴乐、咧欢喜、咧戆戆。对假先知的教示，伊讲：你若照安尼做，他们要归向你。毋过你要注意，你毋通归附伊啊，毋通因为因人多，你要甲因徛做伙；毋通因为因传讲的是好听的，你要甲因徛做伙；毋通因为因讲伊离因新八者偌好偌好，你就挖过因边去。你爱照上帝的心意来无会，你爱照圣经的教示来传讲。各位兄弟，这毋是干那咧对先知讲的话，这嘛毋是干那咧对牧师讲的话。各位兄弟，这是对咱每一个人、每一位兄弟姊妹讲的话。恁毋通对因，毋通归附因，因要归附你。恁爱知影啥物货是宝贵的，啥物货是卑贱的，啥物货是有价值的，啥物货是无价值的。敢若即个世界看重的尔。研究神学，研究神学，研究基督教到尾啊，即马若有人问讲，牧师啊，啥物叫做异端？异端，什么是异端？啥物是基督教的异端？我袂阁像演过伫新海医啊，讲吼啥物人神啥物人神二论啊，啥物讲一大堆神学名词，哦，那些不是异端啊。我袂讲遐异端啊，我发觉即马教会错误的教示异端两项，第一项教示咱爱追求数目，注重数量的成长，这是一个上大的异端。干那要拼教会要偌济人，要偌济钱，要大间数量的成长。这是异端。第二个，伊直甲你强调讲，你若服侍，大家看到啥？果效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你们服侍要有果效。哦，你若服侍，你若事工做咧，你来看到结果，这是异端。这个是异端。你看这个先知的服侍有没有果效？拢无啦。耶稣基督的服侍有无果效？有啦，伊电力是一个啊。迄拢是短时间，一个世代、两个世代看不出结果的啦，看无结果的。颠倒是爱亲像耶利米先知安尼，伊强调的毋是迄个结果，伊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迄个原则应该做的爱去做。
过兄弟，我来过年都会打一档8个月、9个月。我嘛甲亚里比先生共款，我嘛开始无饱，我嘛开始感觉做小木的，我嘛感觉一个人坐伫遐静坐，独自静坐，也是我另外做一个决定，我找人坐。所在甲因做宴乐，好无？毋过各位兄弟，虽然我家己无饱，虽然我嘛毋对，我嘛跋倒，我嘛徛无在，毋过我犹原欢喜要甲上帝的话配着来食话。咸菜食了，心内充满受气、痛苦、寂寞。毋过这是上帝的话，这是宝贵，这是宝贝。各位兄弟，这是咱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所在。咱不断无爱阁互这个世界的价值控制咱。无论咱对金钱的看法、对资源的看法、对时间运用的看法，各位兄弟，毋通互这个世界控制，甚至是咱对咱性命的看法，咱会当喘气，还是咱破病，咱毋通照这个世界的价值来看，咱来亲像。这个先知，老目屎的先知，咱知影咱的性命有上帝水的旨意。检查这个世界，看你无啥物，检查这个世界，甲你拍的分数真低。啊，毋过你知影迄个啥物是宝贵？你知影圣神甲你伫咧？你知影你通挖靠这个活水的泉源？伊不管无几早，伊会当正水你通挖靠。无论各位兄弟，你即马是伫啥物款的境况？你家己破病，你家己受压迫，还是你挚爱的人破病，你心爱的人？心内艰苦，兄弟，咱爱知影，咱是甲上帝话借落的人，心内有寂寞有受气，啊，毋过知影这是通欢喜的，互咱的生命因为咱食着上帝话有改变，当心来祈祷。我袂讲要甲每一个人，阮家己每一个人的罪放伫你面头前。阮无做好的所在，阮做毋对的所在，阮犯罪的所在，一条一条要放伫你面头前。阮是称做属于你的人，阮的性命有你的吸引，就算讲阮即马跋倒，就算讲阮即马完全无把握。阮犹原要听调你的话，要食你的话，有你的圣神甲阮伫咧，帮助阮伫即个世界，我要徛掉，我靠你来徛掉。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咱做伙来念圣诗189首来回应上帝的说，189首。
咱做伙来看迄个语音图吼，咱的姓，咱的迄个主播后壁，咱课程时间在读。啊，先读迄个国语的吼，华语的，过来才读迄个台语的，做伙来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是入诗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约珥书15章16节。哦，即摆读台语的吼。你的手背要花，我必列为主加一。列为你我对我心内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做上帝的名的。耶利米书15章咱即摆来看咱的报告。本主日下昼1点半，副长要调11月份的中执会，且各位中执准备先准时参加。后面通知，本会伫11月5日感恩节主日咧举行洗礼，决志受洗的，请干事报名参加洗礼学校班。桃园县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创办人陈思良传道为着推动加入校园报道，今仔日特别来分享伊的册本吼。该基金会为着设立全国青少年辅助网站，设立全国青少年奖学金，甲设立全国青少年咨询中心等等。主要的宗旨是要帮助济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向上向善。咱请各位听者有着陈传道甲基金会同个时间来关心带导。再来是11月份的寿星吼。那你的庆生会，生日快乐！名带伫下面，你才家己看吼。再来，第5点，咱11月17拜六下昼2点半，咱要去创长老领导家庭礼拜。即届的家庭礼拜较特别吼，咱的地点是伫迄个叫做极致形象音乐小礼堂吼。要参加的就爱去布告栏写迄个报名吼，咱会当统计人数。即个家庭礼拜吼，宋长老要安排一个较特别的迄个吼，真特别的音乐小礼堂举行，毋嘛讲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同乐的机会，吼，同乐的机会，加强咱会友中间的迄个交易吼，甲联合吼。当然会伫迄个礼拜了后要举行，节目是以咱迄个会友的音乐表演吼节目为主，所以邀请大家人踊跃吼提供节目吼来踊跃报名，无论是乐器的演奏啦、唱歌、圣歌、艺术歌曲，还是民谣，拢欢迎吼。大人囡仔拢会使，独唱独奏嘛会使，要合唱合奏嘛会使。鼓励大家人吼，少少的2、3个人，变做一个小示范，还是一个小乐团，安尼大家做伙来表演，吼，大家互相交流，互节目会当较多元，较好耍安尼。当然，咱毋免烦恼讲水准爱足悬的啦吼。目的是要鼓励大家来秀一下，秀出来同乐分享安尼。所以恁若有人要报名的吼，请恁从迄个节目去讲吼，迄个咱的吴宽林长老吼，伊会负责来甲咱整合甲安排吼。即个极致形象音乐小礼堂吼，迄个主旨吼，下面你家己看吼。现场有足好的迄个影音设备，甲逐项的乐器安尼吼，一个小聚会的好所在，咱会当大家拢来参加安尼。过来就是阮妇女团结伫迄个11月24，拜六11点30分到下晡3点15分，要举行迄个2012年的年会甲联收会吼。会当要举行迄个明年度的委员改选，请咱的妇女吼。团结会员吼，踊跃来参加，请恁去布告栏遐报名吼，去报名。下面公道的时间，搁请师傅来主持。各位兄弟平安。平安。补充一下吼，咱当中即个家庭礼拜是
是2点半开始，礼拜差不多半点钟，那差不多3点开始就下到咱讲的音乐同乐会吼。请大家踊跃参加吼，像我就要来唱迄个《Phantom of the Opera》。要听的就爱来呐。要唱《The Music of the Night》。我会戴面具哦。好，大家踊跃报名吼。迄个音乐同乐会了吼，有迄个宋天乐因有准备备餐吼，所以咱就爱来填写报名吼。佮补充咱的陈思荣传道吼，伊这用心吼，伊即马有写一本新的册吼，伊即马还搁伫台大哲学研究所已经毕业了吼，哲学研究所毕业吼。这用心这搁咱做拍拼，就伊传到像嘛疼心吼。咱等者去甲伊的迄个书摊甲看一下吼，会当甲支持，咱就尽量甲支持吼。好，咱呢，今日的这个月寿星吼，咱唔好浪费时间，拎出来。寿星拎出来，咱的迄个周报。天鹅哥拢照出来啊！吼，寿星拎出来好不好？